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戏剧大舞台》，我是主持人钱云，我是吴兴邦。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头。一听见这两句诗啊，大家肯定想到了，今朝这期节目一定跟青年人有关。哎，今朝呢一看到吴兴邦，大家晓得了，这期节目啊肯定跟平台有关。对上好了，对上了。那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这一期戏剧大舞台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上海评弹团的青年演员们。是啊，允许我隆重的推荐一下，这批青年演员呢，是上海评台头最年轻的一代，是评台的将来，评台的希望，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照。今天毕竟是为人师表啊，这个不太有这么严肃的时候啊。是的，侬看我头发罢了，心里想急啊，希望那个下一代能够快点成长起来。其实一个曲终，一个集中，才是搿能。只有下一代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了，才能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确啊，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接班人的身上。是的，就搿能好了。正式开始今朝的节目之前啊，先来看一张伊拉全心全力准备的节目，好吧？好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睹评弹团最年轻一代的青春风采。我叫刘雯，我是射手座，我喜欢各种日系的东西。我是水瓶座，我叫王心怡。都很时尚，我比较传统哦。我是摩羯座，挺奇怪的一个星座，因为我喜欢很多奇怪的东西。我叫安妙媛，我呢是一个标准的假小子哦，我喜欢西瓜味的棒棒糖，记得给我买哦。我们都是无敌90后，耶！哎呀，这群孩子们确实非常的可爱啊！假期好不像？哎，青春时尚。对，那刚才是集体亮相，能不能我们一组一组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听我讲，阿拉团里向为了今朝的节目啊，来了交关人，非但团长领导来了，大教老师侪来了，所以一记头上来呢，人太多了，能介阿拉一组一组来介绍，好吧？好，我们身边已经坐着4位了，是不是？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2位小朋友，安妙媛、王心怡。这个2位呢是伊拉个大教老师，阿拉个台词名家沈伟成老师、沈若英老师。啊，欢迎老师和同学们！特别是2位艺术家啊，难得来我们戏剧大舞台，真的表示特别的感谢和欢迎。而且让侬看穿得特别漂亮。哎，对的，这个红的、绿的特别的醒目啊。那么2位这个小朋友，刚才虽然已经自报过家门了，那么他们是哪里人呢？我们是不是请他们用方言再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我叫安妙媛，来自天津。味道很足啊！我叫王心怡，来自长荣。哦，长荣，哎呦，一个是天津的，一个是常熟的，听明白了啊。那个安妙媛其实并不陌生，大家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著名京剧花脸演员安平。对，阿拉带爸爸的老朋友了。对，那你是天津人啊，安妙媛怎么去唱了评弹呢？说说看。其实也蛮机缘巧合的吧。是我父亲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也喜欢京剧，也喜欢评弹，然后是他牵线搭桥，然后我就考进了上海戏剧学校。我第一次听到安曼园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我说一个天津人哪能可能讲得下苏州闲话呢？我叫伊讲两句不了。但是啊，你等会儿你听。但是后来我看法转变了。到底伊拉爸爸是唱京戏的，就是这个艺术的细胞，这个相通的，与生俱来的。是。一学，现在苏州话讲得老好。哎，侬讲两句苏州闲话。啊，这样你喊我想着哪子呀？我想着哪子呀？那么王心怡又是怎么会去考那个评弹团的呢？开个辰光比较欠，等级学堂里向去摘的。那么200多个人去呢，选择这3个，我前前是当中一个。百里挑一啊！那么你当初开个辰光是唱个歌了，还是唱个啥？因为我姑父在我搿个西区的西家的，那么我西剧的，那么我门子里何止一段，那么来看。唱两句。唱两句。哦，家那真知它里面一番。他那个小腔挺厉害的啊！所以个考官一看就看中了，是吧？我们2位老师也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是的，我特别想介绍的是，我们孙中人身为的呢是杨振勇、杨振义啦是个学生子，里头是说思想去的。但是呢，伊拉可以讲一啥了？退休之前哦，阿拉团里向没收过学生子。从来没收过。对，沈老师。搿个一次伊拉哦，真的搿个2个小囡伊拉欢喜得像自家孙囡一样。那么2位老师说说怎么相中了这2颗好苗子？应该讲呢，搿个思想剧呢是洋派艺术的一个代表，你是个代表作之一，而且思想剧呢是个经典之作。然后你退休辰光呢，觉着没有人继承下来呢，心里向总归觉着有点愁。那么退休噻，但是学生子嘛，暂时还寻不着，因为要寻一对女生堂确实蛮难的，男女生堂好寻，女生堂难寻。正好呢，头里向呢，08届、09届呢是办了一个平台班，办了个平台班，那你2家头呢去做老师，是吧？那么你辣辣搿个学堂里向个辰光呢，就还辣辣复习，哈里还有顶好是能够复习到一对，就是像能够以思想级个小朋友。但是辣辣考试当中呢，就觉着里头2个人呢，欧妙友呢就比较。活泼，而且各方面蛮灵活的，看上去蛮足的。假使演三胡唱啊，演红娘啊，都可以。特别是第一次演三胡唱，我觉着有点三胡唱的，惟妙惟肖的，眼睛有点帮助，所以我觉着呢比较适合。那么个王心怡呢，嗓子好，嗓子好，因为唱这个叫思想剧里向洋语调了，一个幅度比较高，那么你假使嗓子这个呢，唱不上去呢是。搿个洋语调唱起来，因为杨振勇老师个语调，伊是男生唱的啦，所以女生要唱到一个高度，唱到一个力度，搿真的不是一般人唱得上去的。其实他们2个倒挺互补的，一个是比较成熟一点，是吧？一个比较活泼一点，正好可以在艺术上啊，在生活当中互补的。搿个一趟伊拉2家头参加了苏州评弹艺术节，应该讲是在整个艺术节当中，伊拉是年纪最小的一对搭档，但是伊拉。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崭露头角了，是吧？从伊拉身上讲，看出了当年沈维成、沈志云老师的风采。哟，太好了！那么这个《西厢记》呢，我们知道是一部特别经典的书，是吧？那么也希望在青年一代的身上能够继续发扬光大。那这样吧，我们今天就请安妙媛和王心怡呢，给我们汇报一下他们的学习成绩。掌声女儿唱尽彩家呼应，接下英英仙家带领领去吹风，一字这个都是您神文地带。张生为主靠在之后，想来想去，我这一去么老不上加盖房子，这刚一来还尽是履带，谁得远？对，所以今朝一早随勾搭石油门口，不晓得谁要不到老早等是那半年这样。现在看见张生公来嘛，我们的嘛，哎呀，这样公啊，好噻，哎呀，你今朝到这哪里哇？昨天位置其实蛮挨着，天也已经黑个子，你今朝来做啥了？好像小生昨日闯进崔家花园，小人陪你一道闯进崔家花园，女见盈盈相见，把这个盈盈相家，小姐经救门之事，对说小生
领吹吹风那也走，哎呀，相公啊，跟你今朝来做啥呢？喏，后山呐。我此来带你寄生房。你说肯追寻，我恩不发。我叫刘雯，我是射手座，我喜欢各种日系的东西。我是水瓶座，我叫王心怡。很时尚，我比较传统哦。我是摩羯座，挺奇怪的一个星座。我喜欢很多奇怪的东西。我叫安妙媛，我呢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假小子哦。我喜欢西瓜味的棒棒糖，记得给我买哦。我们呢是无敌90后，耶！行，哎，这个是又是一组，国家一届演员蒋文老师，蒋文老师带一个两个非常熟悉学了啊，生，王胜义和那个刘雯。哦，欢迎我们老师和同学们啊，欢迎欢迎。像刚才一样吧，好不好？也用方言先介绍一下自己是哪里人，再用方言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啊，我们一听就知道。啥地方人听听看？对，我是长荣人，我叫王胜业。哦，又是一个常熟的啊。好，第二个长发妹妹。我是长荣人，我叫刘雯。常熟人好多啊，第3个了。发现了吧？哎，等于是常熟人一都罢了。真的？哎，对对对。怎么会那么多呢，蒋老师？常熟团的团长搿陆建华呢，伊比较热心。你讲我带呢常熟，带到上海平台团常熟来摘一批同学房。咁么我讲，少个代理你自家热心。你讲我有代理个，搿个叫缺水救国。这样下来啊，你到搿点上海团的小朋友。辣浪舞台浪向人民医院，大家侪要问个。哎呀，搿个小朋友，搿个同学是啥场话出来个？常熟出来个。哎哟，搿个也是海个，啥场话来个？常熟来个。哎呀，你常熟几乎有光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呀，是个。行啊，我介绍一下，其实常熟对伐，有的平台个第二故乡之称。对呀。阿拉团里向交关名家，侪是常熟人啊。那么，我们再请那个2位小朋友也讲一讲，当时怎么报考的那个评弹班。我们那个毕业那时候吧。正巧那个上海评弹团在常熟招生，然后10年招一次，然后就很巧嘛。10年才招一次啊！他们之前一直没招，就是我们阿拉讲个13套包下来，就一直没招过。为什么不招呢？人才济济了已经。不是，还好像阿拉平台团有一个管理一样，总归10年一届。因为平台比较慢，应该讲10年是可以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对吧？一波人成熟了，然后再招一波进来，那么这一波带那一波又成熟了，大概是可能一个。那你们是碰到了好机遇了，是吧？你从小是不是家里边有人喜欢戏曲啊，还是什么？就是我爷爷和我爸爸就一直都蛮喜欢评弹的嘛，然后就从小也听过就是评弹。你会当时会学着唱1、2句？没有，当时是就是进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学过的啊。那么吴老师要问了，就当时考的时候唱的是什么呢？唱歌还是什么？流行歌曲。唱流行歌曲，怎么就把你招进来了呢？可能觉得还可以吧，就能再看看。那你呢？我其实是一个很机缘的巧合，当时我报考的是别的专业，然后当时有空姐有导游，很多兜转转，对，然后都在犹豫中，然后有一次我们的音乐老师推举我去去试一下，说有这么一个学校招这么一个专业。这之前你了解过？我不知道，我当时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是评弹我只知道是戏曲学校，就那么撞进来，然后撞进去以后，本身我自己就很喜欢文艺方面的东西，然后想说就给自己一个试试的机会吧，去试一下。这样就少了一个空姐，多了一个评弹美女。那么蒋老师啊，这个收他们也有很多时候了吧？学堂3年，现在毕业下来，半年多点。啊是啊，那么3、4年的时间了，是吧？阿拉团里向呢，去相当重视伊拉，特地
头安排了2个上手，一个叫张木船，一个叫余生奇，就是比伊拉大10年一辈的，阿拉一家学生。那和刚才那对不一样了，不是同学之间合作，是和上一辈的拼档，对，是吧？这个在我们评弹界有没有先例呢？以前是已经能，应该是一个惯例。应该评弹一个传统呀，就上手应该是比下手要成熟一眼呀。对呀，经验丰富上手，打一个下手，对搿个下手来讲是进步老快。一个掌舵的，对，就是是不是啊？伊拉搿个大班里向有个叫华为运动哦，跟了阿拉一班个老师，就是叫王三清，跟着伊有现在搿个业务浪向得伊拉可真的突飞猛进。应该讲华为银行非得辣海阿拉平台一个领域里向，现在最近帮实践头来合作，哎呀，这相当受人家肯定，人家侪讲伊拉搿小姑娘真好，伊个提高完全就是王雪清老师带来搿眼人教。对。可惜今天没有把他请来。侬放心，阿拉个编导已经跟踪在即跟得去了。哦，那么非常办去给他不能够到电视台去录音啊。那么我正好呢，辣去年10月份的辰光，团里向安排我一个任务，跟杀鸡头一只节目一合作。那么当初一开始听到搿消息呢，觉着有点闷脱。杀鸡跟平台完全是两种艺术，哪可能帮里谈呢？那么里向具体音乐包括编排，侪要靠自家去弄的。那么我首先就是想用平台元素的字国乐曲子去融合了一谈。那么通过复读的编、复读的改，那么呈现了一只我觉着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这只节目呢，让今年的一个人啊参加法国的民族比赛，那么得到了金奖。非常荣幸，刚刚进头不多少辰光，有这样一个大的机会跟杀鸡头合作。那么在中国啊，有比赛啊，有演出，能够拿平台搿种传统的艺术到世界浪向去宣传，那么我也觉得非常荣幸，非常开心。到底成熟很多了，搿是因为老师辣边浪向，伊可以每天搭侬提出来，侬今朝啥个问题，明朝啥个，明朝应该上台前头就搭侬讲了，侬昨日个问题侬要注意到了。搿就我已经讲，就像小鼓啊，在边上已经在边上在敲。对，因为我们说传帮带是我们戏曲界的优良传统。刚才呢，我们沈老师、孙老师属于传，那么这2位青年演员呢，就属于是带。是的。那么蒋老师把这个玉蜻蜓应该说手把手的交给了我们2位青年演员，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说他们学习的这个状况啊，还有进步的程度当中有没有什么小故事？玉蜻蜓是阿拉搿个传统书当中的一类书，设表啊比较是全面，从搿个角色方面讲，从年纪大的到年纪轻的，从老的到小的，男的女的，下手侪基本上侪要起到搿个角色。伊拉2个人啥特色呢？比如讲，有个人是从唱啊，有个人是从做啊，有伐？现在还勿是特别明显。从声音条件讲起来呢，刘文的声音条件呢比较唱的方面比较能够突出点。王声业呢上一阶段呢喉咙比较搿个声音勿大能够出来，所以对唱语调啊，对唱讲调啊，好像和刘文比起来呢比较相对的比较差一眼眼。但是我刚刚辣辣听，伊现在搿个小嗓子能够已经出来交关了。因为也就是设置搿个玉蜻蜓，伊要练呀。要伊唱讲语调，要伊个小声辣练个情况下头，伊个声音能够出来点，激发出来了。而且阿拉蒋文老师应该讲教下手个一块是相当有方法个，比如阿拉朱琳啊搿个一班也是伊教个，对的。所以现在个小班就讲教拨蒋老师闲话，伊辣海唱，特别是女生个唱个方面，确实是有一套，应该讲伊拉进步侪勿小。好，我们就不多说了，名师出高徒，我们当场展示一下吧。好吧，张老师，能讲好吧？当2个小朋友一道帮阿拉来一段，好吧？好了。
欢叫我张小颖。大家好，我叫洪文静。大家好，我是宋慧琴，我是92年的天平女。嗨。大家好，我叫冯晨曦，我是射手座。嗨，我们都是好同学。耶！吴兴国，这组人多起来了、啊。对的，伊拉属于也是人多势众啊。而且男女搭档，干活不累，是吧？多了2位男同学。介绍一下，国家一级演员冯小英老师。啊，冯老师好。搿个2对呢是2对双档，侪是跟冯老师特子范玲玉老师活三小。欢迎老师和同学们的到来啊！那这样，我们跟刚才几组一样啊，我们4位同学能不能用方言介绍一下自己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大呵呵，我叫钟英，我是云腾县。基本上是外国闲话。大家好，我是江若宁，善良。今天第4遍了。好，大家好，我也是江若兰哥。低音啊。对，大家好，我是宋高人。我叫张慧锦。哦，欢迎4位小朋友啊！刚才呢说了，有的是误打误撞撞进来的，有的是受家庭的熏陶影响喜欢这个戏曲。你们怎么会考上这个评弹团的？我是当时的有一位搞艺术的老师告诉我这边招生，然后让我去试试看，然后我就来这边报考，然后就考上了。你呢？我基本上是属于那个初中毕业，然后误打误撞进来的。当时进来呢，这传统艺术不是太喜欢，但是学着学着呢，觉着非常有意思。哦，怎么个有意思法？你说说看呢？就是它比一些流行的东西更有味道。哦，这传统的东西就像一杯茶。流行的东西我现在感觉像可乐。哎呦，说的太好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有一句话叫“歌迷是一时的，戏迷是一世的”，可见这个戏曲的魅力了，是吧？那我在猜想，你那个考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一首流行歌曲？我唱的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今天来几句，好不好？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情似天，爱恨两茫茫，问君何时怜。那么你呢？我记得那时候也巧，我们班还在上课，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郭玉林老师，然后过来说上海来招生，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就和同学一起去了。然后当时的老师说这样吧，看看你们的喉咙怎么样。然后记得很深刻是唱国歌，然后他们说哎你可以啊，这样你讲讲故事吧。然后我就讲了一个那个时候快期末考试时候的一件事情，然后老师说可以，你就上海参加复试。然后我就到上海来了，然后就很高兴到后面也录取了。最后一个小姑娘呢，你又是怎么来的？我是自己过来考的，不过呢，我不是来考评弹的。你来考什么的？我是一开始是来考那个话影班的，然后什么？话剧影视班。话剧影视班啊。不巧的是，我就是没考上，然后呢，就打电话过来说让我那个有评弹跟滑稽那个招生要过来一下嘛，然后我跟我妈妈讲，然后妈妈说就过来试一下。这冯老师一个人很辛苦啊，带这么多的学生，是吧？你们心目当中的冯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老师？说说看。我心目当中的冯老师，他是一位很认真、很负责的老师，每次给我们上课都会很认真的记下我们哪里不好，然后再给我们一一的指出来。然后下课以后呢，会请我们吃东西，就像妈妈的一样的一位老师。我送冯老师2个成语，一个是和蔼可亲，一个就是平易近人。冯老师专业上呢对我们严格要求，但是生活中呢又对我们相当关心，就像自己爸爸妈妈一样。又是第2个妈妈了。对的，冯老师有办法的，先打伊拉一起，再稍微帮他录一录。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然后那个时候咳嗽，然后一直觉得喉咙里有痰，怎么样也唱不好。然后冯老师过来问了我情况，他就说那这样有个竹沥清胶囊挺好的，然后你去买一点。然后我就去买了，谁知道当时中午拿着那个口服液回来嘛，正好冯老师也在找我，他手里也拿着一盒。然后我当时就感觉
哎，冯老师真会照顾我们。对，冯老师请你吃药啊，但开玩笑啊，是送温暖啊，关心学生。好，那你身上有什么故事吗？我觉得冯老师真的是一位妈妈型的人物。我记得跟老师出去到他家里去买菜嘛，总有人会说我们俩是不是母女？你别说，有点像了。然后，老师就会，因为我们刚刚接触这个东西嘛，很多东西都不懂，就等于说我们做的服装啊什么的。老师会亲自带我们去做，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做好，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还记得有一次买一条西装裤，因为太短了，然后老师说你拿给我，我回去帮你弄。然后很感谢老师，真的很谢谢老师。我说太辛苦了。那么这4个孩子，他们各有什么特点？怎么相中他们这几匹千里马的？这也是一个缘分啊。当时呢，学校里面呢，到了他们要毕业的时候，叫我去教他们一段三校。那么学了以后呢，我发现他们呢也比较用功。那么4个人呢各有特色。那么像张颖这样的，她比较那种文雅的、文静的一种女孩啊。还有呢，就是刚才那个唱那个李玉刚那个，那她的嗓音呢也比较亮丽啊，比较好。那么因为唱徐调的声音呢比较特殊一点啊，那么是个好苗子啊，是。那么桑慧琴呢，她也比较可爱，是吧？没挂了，没挂啊。艺术浪向嘛，还算用功吧，就是这么一些。你说说那个挺皮的，挺皮的啊，挺皮的，蛮活络的，蛮活络。什么事情上面蛮活络的？上台演出，我跟他说，你说3校的13岁个闲话啦，侬台浪向一要松，2要随时随地会得。按时接近会得加点噱头进去，要插进去，要插进去。那么伊到蛮会得插的。我记得有一趟阿拉来吃中饭，阿拉侪辣吃饭，伊草草吃了几口就搬了椅子跑了。我侬啥地方去啊？伊讲范玲玉老师中浪向有空，我到伊搿个办公室去唱拨伊听去。那从搿一点我就觉得搿小囡是勿容易。想去刻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范老师，因为今天也有重要的工作是吧？表演没有。本来要喊伊一道来的。对，很可惜没能来到现场啊。那么他那么忙碌了，为什么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培养我们年轻的一代？冯老师说一说好吗？因为搿个33呢，是你七世界里向讲起来，我的范玲玉呢，就13岁之后呢，伊头里向基本浪向一直没3青年来13岁。你到这4个学生子想学33呢，伊也是蛮虎牛一干的，是吧？事业的一种执着的追求吧，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就这么一点点情谊在这边，然后他就放不下，永远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他们有角色的什么扮演吗？3校因为是平台呢，一个人要背交关样角色啊。那么该腔是排长篇的嘛，长篇里向呢，里头蛮不容易的。3校里向有3个角色是非常难饰的，是2个独头，是下相府里向2个山羊，那么还有一个捉主山，那么里头现在啊，经常看子录像啦。去演出个展，那么观众反应倒也蛮好，就是讲希望里头呢能够用功点，是吧？是这样的。那么3校这么的经典，我们徐调也是这么的经典。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味一下这个糯米调的魅力。去谁浪漫？女妓也够香，对。我唱我喂，成功啦！来啦，多个背啊对。因为和尚来啦不必，想想里不能开口，只好大致谁浪谁干。洗也洗。哎，苏家，这句你竟唱错的了。咦，哪唱错他？想着美人嘛，不是与我洗一洗，乃是与我洗一洗。哎呀，洗一洗，洗一洗，洗。哎，我们呢？
少个细少个细，你也分得清爽。这两个也分到了。那还不一样。细，面孔轻，指令不声音改。细，面孔轻，指令还有声音了。嘿嘿嘿嘿，这么难想了。一个小姑娘看中一个妈妈桑桑小猴子，顶多对里面孔轻一轻。我啥辰光呢？看见个小姑娘盯了这个小猴子，嘿嘿，要么花痴，哎，我也小的，我那背也是一个，根么想一想，想得心高浪，得老子个文领队，哎哎，之类吧。乡里的水东风凉，水东风小世上啊，上是下，比理想。呼红娘，大家好，我叫陈家卫，上海人，天秤座。我喜欢的游戏是地下城与勇士 DNF， 还有我喜欢吃烧烤。大家好，我叫陈雪薇，我属猴的。我叫黄成浩，我是93年生的，属鸡。我是个正宗的吃货，从小到大，上海滩所有的好吃的已经全部被我吃遍了。我是摩羯座的李慧丽，上网搜索我的微博，我们都是欧美控，加我关注吧，耶！大家好，我叫李天胜，虽然我吃的最少，但质量最好。我们是最年轻的说书先生，耶！结果确实不错啊，在名师的指点下，我们这群孩子啊，前途无量。是啊，应该讲为了搿批小朋友，阿拉团里向所有的名家侪去搞过伊拉。从阿拉行话来讲起来，搿批小囡应该讲奶水吃的比较早。对，很看好他们啊。哎，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这个阵容更强大了，一大家子。哎，辛博来介绍一下老师和同学们。哎，好的，我先说一下家长，资历的老师。小人伊自家介绍。好，周老师给我们一一介绍。那么伊搿搭5位同学呢，来自许多长话，啊吧？那么也介绍出发呢，我都自家用家乡闲话讲一讲啊哈。阿拉比花头朱老师才晓得了，都摸透了啊。好，从你开始。大家好，我来自丝绸之乡陕西，我叫陈希皮。我叫沈家伟，是上海人。我是上海人，叫李天胜。我先说方言，你们来猜我来自哪里，好不好？哎，好的。哎，大家好，我叫黎慧丽，山东啊。河南，河南，河南。哎呦，我天津人和平台我已经吃不消了，一个湖南人，我到第一趟晓得。最后一位。大家好，我叫王仁敖，我是上海人。知道这个里边5个有3个是上海人，对的是吧？刚才有一位新贵妃醉酒唱的真的是惊为天人啊！可见我们这帮小朋友当中卧虎藏龙，肯定是多才多艺的。这样你们推举1、2位，秀一下你们的才艺好不好？风采。啥人来？哪位？推荐一下跳舞啊，唱歌。我从小学过舞蹈，那现在为大家表演一段。
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朱老师，就是我们这个评弹的传承啊，是不是以书目为线索的，还是以流派呢？书目传承还可以，流派传承还可以。在各个方面呢，头里向领的相当重视。我现在基于流派的传承，还有书目的传承。那么，我身边搿个5位同学呢，里头侪是辣浪学苗金风，都是学苗金风的，都是跟你学的啊。我呢，是带搿面2位，李伟丽和王成啊，现在我具体上负责。那么还有呢，陈锡伟和陈家伟呢，江兆坤老师来负责。江兆坤老师也是团里向一位苗金风的名家。哎，我听听哦，也是经典啊，西厢记啊，岳清明啊，还有苗金风3校，为什么一上来就给他们教这些书呢？因为搿个几部书呢，辣辣我们平台当中啊，相当有特色。所谓叫书杀苗金风。所以可见得苗金风对搿个书表艺术、对角色的塑造是相当重要。为此得里头辣辣身上肩胛浪向多一点分量。所以一开始我就从高难度搿个一个角度出发。让你多一点分量下去。是不是要打那个基本功的？对的，是的。所以阿拉行话讲起来，像岳心亭啊、3校，包括苗金风，搿个书识好了，就将来你什么书都拿得下来。试金石，对，搿个几部书呢，我行家讲起来，搿个叫5读书。所谓5读书，就是所有角色门门俱全。你假使讲搿个几部书，你能够掌握说法呢，应付其他书就比较来得容易了。好，那么只要学了这几本书，金子就发光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哪块金子来发光呢？当中搿位谁来？叫李天生我介绍一下对，介绍一下。李天生是阿拉团里向邵丽英特子李英昂老师的儿子家传。那么伊拉个爸爸呢是阿拉朱维德老师的学生子。哎呦，那是徒孙啦。对，阿表大孙子啊。那阿拉朱老师哦，我要特别讲，阿拉70年代的辰光，就是阿拉朱维德老师带出来的。哎呦，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嘛。那么我们现在请李天生同学呢，为大家来表演一段苗金风当中难度相当高的大闹的驿堂当中神勇老将军这个一段官吧。对，按照北方的话就贯口。风神实不相瞒，当初你在德驿堂之上与我家小举身口角相争，是什么勾手昔日之语？大赵的女儿门后地不是推去迎妻，离配豪门。到如今，我倒要亲分你风神。你明着奴才走了这局，上衙为走了少风神，日他们的身价高，为日昔日小弟的身价高。你贵敌不分，一民势力，难道这于是你的大义不？你表演呢是神勇老将军的角色，你那样讲起来呢是一个黑头，因为神勇老将军是黑面孔、白胡子了，有点3分味道了还。好，很好啊。那么挨打2位呢，陈锡伟打陈家伟2位同学，你现在叫里头神相当的已经，因为财经儿童神呐，里头2位呢现在辣学苗金风的前头。与江老师辣专门搭里头辅导，那么现在呢，还请里头2个人各出一个角色。我为大家去表演一个角色，词汇来写上。上山君后意，开口高声来，小声许回来，勾手叙事。你比戏回来，我只有表演药材姑娘了。哟，怒大风吹作，原来神开门，我家弟弟他回来了。那么下来呢，叫王仁和和李伟丽，里头2人在那拼上当。那么让里头呢，还要起一对夫妻的角色的。一个就是我们苗金风的武术当中的第一主角谁主者，所称就叫你谁多者。那么边上呢，就是李现在的夫人许马步许娘娘，娘里头来出这样一个角色啊。欢迎2口子。哎呀，老相公啊！老娘娘，跟天闹的这个你个啦！
你俺听见个两个童儿在浪走来浪去，是的啥啦？是隔壁有个三哈布啊。三哈布哪啦？今这一清了，这林子不洗肉的了，后再浪去拍屎。等到拍子是回到屋里向一口嘛，这水里向上的一个树后配呀。鼠年养特子我。呀哈个嘞，是你的石缸啦。实在你的好。是呀。真的不错啊！学生的进步离不开老师的辛勤付出，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的辛勤的园丁，好不好？谢谢朱老师，谢谢。大家好，我叫王雨红，我是属马的，是天秤座，特别喜欢悬疑小说。大家好，我叫侯肖胜，我属马，90年出生，我喜欢画画和唱歌。大家好，我叫盛碧云，苏州人，我是92年的，属猴子，我是一个典型的双子座。平时呢，喜欢空下的时候喝茶，练古筝。大家好，我叫延安，这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不过呢，不是那个言，是语言的言。我呢，最喜欢到各个地方去玩，然后拍照留念。我们是最年轻的说书先生，耶！今朝最后一组呢，是阿拉团长邢建国亲自带领。对，秦老师也是我们戏剧大舞台的老朋友了啊，我们表示欢迎，秦老师欢迎你。谢。那么，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4位学生，好不好？这个4个学生子呢比较特别。前头一组介绍的呢，就是我们上海平台头通过西亚开平台班啊，所以讲师生招生、师生一手培养了。那么这个4位呢，是我们这个1-2年当中从苏州平台学堂应届毕业生里向去。招募的来引进的人才。阿拉如果讲自家培养是种花的闲话，平台学堂就是去采花。那么采花呢有一个哈气，就讲伊拉个4个人对伐？3个是苏州人，一个是太仓人。搿能介让语言高头就搿个一关就过了很顺利。还有优势，几乎不存在搿个问题的。那所以你都可以用苏州闲话、太仓闲话教的来伐？来。谁那个太仓人？我叫王玉勇。王玉勇，搿是太仓闲话，太仓闲话。大家好。我叫延安，搿个是比较标准的苏州闲话啊。我来一个。大家好，我叫常碧云，我是苏州人。哦，他有点中音区的。再有一个男生。大家好，我叫许先生。苏州话是真的来是讲得老好，所以语言一关过脱了，所以上来这关。这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那么秦老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听说为了把这些学生啊引进上海评弹团，你是煞费苦心，还有几个故事呢，是吧？应该讲是用了一点小的心机。用计啊，还有用计啊，对。因为这个平台学堂呢，你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是通过一点点小的关系，能够发掘，就是这个一家。或者在后头2家有落里一个比较好的学生子，那我们就跟踪。确实是煞费苦心啊，煞费苦心。现在刚刚不搭嘎的，他们2个在谈朋友。谁？王宇红和侯小人谈朋友。那么立业比侯小人高1家。他高1家。那么早1年毕业了。对，早1年毕业，所以我们是不惜工本啊。先拿王宇红。现在到上海平台头来，都懂了呀，你懂了呀，逃不脱了。放长线钓，基本逃不脱了。哎呀！所以呢，我们在你算用心机也好，用了一点点小的手段也好，其实也是为了把一些很好的人才能够在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能够到上海来做这样一个艺术的传承工作。你确实是因为女朋友才来的吗？还是自己心甘情愿来的？你要好好说。非常喜欢评弹，然后也非常喜欢讲调，也非常崇拜秦老师，然后很多因素的，很多因素，还很喜欢那个王宇红，就来了，小的一个不管，这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把那个评弹传承好。对的，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阿拉邢团长辣海搿个一批小人当中，确实是花了交关心血，因为天台嘛，这个是一个天台。侬看伊呢，现在手脱交关了，再手到伊拉身高头。那么我重点还要介绍这个2位，那个延安和常碧云。有呢是平台世家，伊爸爸妈妈呢还是从事平台工作的，还是对平台的监控啊，对平台的一种节目啊，对平台的需要跑马对这样一种问题，对里头大概不要多讲了，习惯了，更加有思想准备。有呢条件很好，生子啊，搿个生意真的蛮少的。
后得。当然，还是要努力，对吧？现在是辣跟沈成文老师，那么上碧云也是条件很好。侬看从形象开始，从你的声音，从你的各方面，应该讲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我们头里向呢，有个郭一宇，郭一宇今朝没来的，有点事体对吧？我想着了，我本来想问郭一宇啥地方去了？因为上次的关系啊，最近去投奔了一个专门搞声乐的一个老师。他嗓子出了什么问题？他是这样，他说很好，但是唱他高音区上不去。所以呢，邢队长非常关心，特意联系了交关地方。最近不是出了问题，不是，怎么提高？对，阿拉大舞台回来呢，一个都不能少，阿拉把所有同学侪要介绍到，所以一路记者专门跟了郭一宇去看伊练声去了。好，那么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中左情是中，谁个中？唱到搿条头，马上头，平常像讲调啊，是不是本上？压调风雨都是本上。那么自从就是搿个学生子郭玉就跟着郭玉玲带我，是阿拉是大教老师，阿拉总归是当自家个小人。那么看到郭玉搿能介呢，喉咙方面就是讲发觉其他的同学就是讲天赋比较好，稍微差着点。但是我想能够通过王老师搿能介的呢，慢慢就会得好起来的。那我建议呢，就是讲演唱当中啊，根据他现在的条件，必须要进行一种虚实结合的声音。啊，气息好了。最爱你。啊，他就气就足了，气足声音他出来就饱满了。啊，那地方气要沉下去，小腹要顶牢。对。搿搭呼吸好，小腹要顶牢。哎。中唱下去。今生归。他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呼吸有问题。他基本上唱的当中，他没有把气来运作起来，给他提供了很多怎么练习的这些方式。那么我希望他呢继续努力，只能经过长期的磨练，把这种呼吸养成了你演唱的正常的习惯了，自如了。那么将来你运用到演唱当中去，那么肯定你的声音、你的情绪的表达都会有更好的体现。郭一宇呢调口比较长，那个先生嘛是郭玉玲，所以对搿个学生子呢是特别的欢喜啊，欢喜有加呢。但是一经课余没一个好好教下水，好教下水，侬以后配拨伊吧，搿上头里像唱滑稽一样，也作兴勿来噻。差距太大。所以我们在评校选到那个沈碧云啊，到上小云推拨一个人，记蛮好记的，马上红得出的，对吧？所以伊到两家头个调歌呢，还是比较配的。而且呢，现在辣搿个跟郭玉玲、史丽萍两位老师和搿个陈台子啊，也有第3分，这样的，也是应该讲是非常努力的。郭玉宇个舌标相当好，所以搭郭玉玲老师个路子是配的。法官里到搿个四个是我们苏州平台学堂音乐毕业生招生得来的，包括前头我们为发说实际的，我们上海平台头自家辣西安里向办平台班自家培养的。但是呢，整个从我们上海平台头来讲呢，应该讲是倾前头之力。现在有个辰光想上海平台头蛮闹蛮，到平台头里向叮叮咚咚，相当有朝气。跑进跑出来这个点非常漂亮、非常亮丽的这个年纪轻的人。是啊，侬不要讲青年人来了对吧？这个单位就蛮有生气了，就有活力了，就有活力了。所以呢，我呢是实际上前头上下啊，包括新北老师啊，阿拉是尽心尽力啊，也希望领导能够勤奋努力。我们也期待这些年轻人早日在书坛上大放异彩。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功。好，那么最后我们这期节目也在这个吴侬软语弦索叮咚当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妙啊！千里水大，幸福心。
西山迎风神。今日里仙梦，家在东屿上，不然退役，走也真。喜欢评弹的观众很多，因为评弹很美，评弹很悦耳。但是同时，大家都在为这门艺术的接班人而着急。通过今天的交流，我们放心了。从这些青年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只要他们耐得住这份寂寞，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和历练，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赢得属于他们的那片天空，呈现出他们的五彩缤纷。